我哋接續呢個係第2集嚟嘅，咁我哋接續翻上一個錄音。咁點解呢幾個方位咧，包括咗係坐西南向東北，我哋唔揀咧？因為東北咧係2025年蛇年咧，我哋叫做五黃啊，大病星嘅位置。咁佢咧對於嗰個宅運，即係家宅嗰個運氣啊，同埋咧嗰個健康咧，都有一啲唔係太利好嘅影響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嘅大門口咧係開喺呢個位置咧，咁都會有一定程度嘅不利嘅影響嘅，麻煩啲啦，我哋叫做要化病咁樣咯。跟住第2個方位咧，點解我哋唔建議咧？就係坐南向北咧。咁原來咧，因為係2025蛇年嘅，我哋叫破軍。咁佢嘅特點咧就係比較容易咧會有一啲血光損傷啦，即係損手爛腳啦。咁做運動駕駛比較小心啦。同埋咧，有時損手爛腳咧，咁唔係一定係身體方面㗎，可能咧係人際關係啊、感情啊，甚至咧做生意啦方面咧，都會遇上比較多嘅麻煩嘅情況。咁呢個咧都唔係樂於見到嘅，咁啊盡量去避免。唔可以避免嘅話咧，可能就需要做一啲化解嘅功夫。咁避免嘅意思咧，聽翻第1個錄音，即係話坐正南向正北，而個大門咧又開喺前方嘅中間嘅位置嚇。跟住仲有啦，如果係全屋嘅中間開門，即係如果成層都係你㗎啦，又或者咧嗰個電梯啊、樓梯啊，正正咧喺嗰個嗰一層嘅中間啦嚇。咁嘅話咧，咁原來係今年2025咧細病星，咁都係咧有啲我哋叫做不利健康嘅訊息啊。小問題嚟嘅，咁都係需要化解或者避免啦。咁另外一個唔建議嘅方位咧，就係坐東南向西北，而前方中間開門嘅屋咧，我哋都會避免。原因咧就係佢係是非門口啊，今年咁是非當然啦係容易同嗱。如果你係做一啲市場有關嘅，或者係希望咧個人緣桃花利好嘅咧，多啲人認識你咧，呢個問題唔大。但係如果你話咧，你係好中意自己做自己嘢，好中意咧平靜嘅心境啊，唔中意同人有過量嘅交割啊，或者係嗌霎咧，咁呢個咧可能咧就係要小心啦。咁所有嘅方位咧，最緊要注意咧就係開門或者係窗戶咧，唔避免咧就唔會有大動土啊見到嘅情況，又或者開門咧對住個 lift 咧lift 門啊，而係剛才嗰幾個方位咧就會比較麻煩一啲啦。